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又搁是一个主日，咱今仔日搁伫遮见面。愿主甲咱同在，求伊的圣灵借着伊的话语来造就咱、帮助咱。特别伫这个疫情仍然是真厉害的时阵，咱需要主的同在，需要主的带领特别是现在教会也阁未恢复迄个正常的活动，但是借着这个网顶的聚会将甲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咱继续来为着本国的这个疫情祈祷。这几礼拜来开始是较严重有算3万、2万安尼这危机去测试的时阵因是是 positive， 但是看到现在又落较降落去，每一日拢有较降，咱感谢主，咱继续为着这项代志祈祷，特别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祈祷为去念着迄个病毒到现在还阁伫咧医治当中，来继续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咱也是为着咱教会前面的道路来祈祷，盼望虽然是疫情仍然真严重，但是咱也是主的福音继续来传开互更较侪人来听到上帝的福音，来得到灵魂的拯救。咱感谢主，咱这个时来压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多谢你。虽然仍然伫疫情当中，上帝你的爱、你的同在仍然无离开。阮感谢你，你供应阮身躯顶面的需要，甲这个属灵的需要，互阮伫这个灾难当中仍然有主的同在。阮感觉实在是感恩知影上帝无放弃阮，无离开阮。特别是教会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同在，来减少因这个身躯的痛苦因一切需要，求上帝来供给因也有真侪生理也未完全的开放，求上帝你也是带领为早日有一个结束图这个生理甲一切活动互人正常展开，求主甲阮同在。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求上帝你的圣灵来开启阮的心窍，互阮会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教示。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净化教会，还是洁净教会？咱拢知影，上帝真注重这个圣洁这项代志，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圣经讲，耶和华恁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恁着圣洁。什么是圣洁呢？是内心圣洁，行为也是着有好的行为，叫内心相配合。咱的信仰叫行为，着袂相违背，应该着配合。换当一间教会啊，若有人犯了这个罪恶的代志啊，那这项代志呢，可能关系到教会的这个名望，叫见证，特别是上帝的圣名无荣耀上帝的名，那咱应该怎样呢？若有这个兄弟伫教会当中犯了罪，教会怎样来处理呢？是忽略，毋插伊，互伊继续安尼落去，还是关心伊，特别组织祈祷团，特别的为这位兄弟热心的祈祷，恳切的祈求上帝来帮赞，还是咱教会毋免插伊，咱只有交托上帝就会做的咯。还是教会无停的用各种方法来将这位兄弟甲挽回过来，用苛刻的方法，用宽免的方法，用爱心的方法，将伊甲挽回过来，带到上帝面头前，互伊继续交上帝有美好的交通，甲兄弟姊妹也是有美好的交通，是毋是应该安尼呢？咱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咱知影哥林前书是专门咧保罗来解决因这间教会，来处理这间教会这间犯罪的代志，叫不和好的代志，来处理教会道德、纪律一间真敏感的问题。如果教会若是要继续叫主耶稣基督的名有美好的见证来保持坚定这个见证呢，就必须呢来注重保罗伫哥林多前书内面所提到的做犯罪的代志。因为这是一件可耻的代志，可耻的罪。这是一件无道德的代志，一件公开乱伦的代志啊。第二项呢，哥林多教会的态度，保罗看去哥林多教会对这项犯罪的代志感觉自高自大、真骄傲的态度明明知影这位兄弟伫教会当中发生了这项代志，因无为这项代志来悲伤、来艰苦心，无将这位犯罪的人来赶出教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项代志也是关系到教会
会将伊管教无人犯罪的代志。若有兄弟犯罪，教会苦劝伊，用神的话语为基督用语言来劝告伊。伊若是无听，毋服从，那么教会要怎样处理？要怎样管教 discipline 这位兄弟咧？所以今仔日咱开始这经文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第2节第1甲第2节。保罗讲，风闻就是听说，伫恁中间有淫乱的代志。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无，就是有人咧收了伊的假苗stepmother 来做甲伊同居叫伊做一个收伊诚做妻子第二，保罗讲说恁也是自高自大伊讲教会兄弟姊妹自高自大并无哀痛，将行即款代志的人对恁中间赶出去。保罗责备因伊讲伫恁当中有人犯奸淫的代志，就是将伊的老爸的妻子就是假苗伊本身的老母可能无伫咧咯，怎样无伫咱毋知影是假身咯，还是怎样？即个伊的老爸另外娶但是伊即个敢将伊的假苗将伊即个 stepmother 娶来做某。伊说即项代志恁就是教会的人自高自大，无为着即项代志来艰苦心来哀痛，若无将即款罪的人对恁当中赶出去敢若一粒无所以保罗去责备。那即个是犯了什么罪呢？咱昨仔圣经读到是一项非常见效的罪，因为公开即个人伫众人面前公开犯奸淫的代志，犯奸淫的罪，犯乱伦的罪。什么叫做乱伦呢？所以伫兄弟姊妹当中，伫在亲有血统亲近亲当中来行即款的代志，叫做乱伦。像老爸叫家己的查某囝儿叫家己的老母，还是兄弟姊妹家己犯罪，彼此来犯罪罪的时做种叫做乱伦伫中国古早将乱伦当作是一款的罪那即个种代志是真可体的是真见效的代志所以保罗为着即项代志，互人真惊即项可体的代志，即个是真卑鄙的代志是真恶心的，互人听到较要吐的一款的罪。所以即个罪是一项真无好的代志。即个囝怎样去交即个假苗动机呢？将伊带老爸的太太带来做某呢？你即项代志是公开的，逐个人拢知影，的代志。规个教会甚至社会顶面拢知影即项代志。那么即个做囝的人已经是甲即个同居咯，交伊即个假苗同居咯而且有关系咯那么即个囝伫即个教会当中，犯在存在教会无责备无将伊当作是毋对的代志，反倒骄傲这感觉真骄傲可喜的代志所以即项教会
假若是咱无将即个人给赶出去啊，按保罗所讲的，是毋是即个人伫教会当中是家己认为是一个忠心的会友呢？或者是教会领袖呢？经年累年伫即间教会当中啊，连当时无信主的人，社会顶面人，都无法通接受即项乱伦的代志啊。虽然在社会顶面人，因的道德也无一定是真好的，但是伫因的习惯当中伫迄个是社会当中也无允准的即项代志的。所以保罗讲说，连外邦人也无做即项代志。所以因此呢，迄间教会名声因为见证的受亏损咯，受毁坏咯，所以即项实在是真毋对的代志。那么教会要怎样来管教的呢？教会要来怎样管教呢？保罗讲啊，凡即款的代志，应该着对恁当中的赶出去。因责备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伊讲恁也阁自高自大，恁教会有发生即款的代志，恁阁自高自大，无将即项当作真相统的代志，真艰苦心的代志，无将即个犯奸淫的、犯乱伦的代志啊，对恁当中赶出去啊。所以赶出去以前啊，应该有一个停尸，要怎样将即个人叫来，然后甲伊谈，互伊知影这是一个罪，互伊认罪悔改，然后改变这项代志。所以啊，教会应该有一个 discipline 管教的代志。当时的教会是怎样？教会自满，因教会内面的人啊，对这项代志、可体的代志、见效的代志啊，无真关心，不在意，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自满的态度，有可能有几项原因，就是哥林教会自以为因是一间属灵顶面真强的这个人犯这个罪无所谓啊，咱教会是一间属灵的代志顶面真强的属灵生命真强的一间教会，所以因教会说阮教会蒙神的恩典啊，阮教会有真侪有钱人，阮跩有真侪地位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各款恩赐的人，阮教会属灵程度是真好真悬的，所以无将这项代志当作是一项可体的犯罪的代志。结果咱因教会也感觉骄傲，真骄傲认为咱怎么讲呢？是因认为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其实因毋是属灵的教会，因为因用阮即款可体这个犯罪的代志伫教会内面存在，因无将这项代志感觉伤心，无带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将这个人甲你挽回过来，甲你苦劝过来归正，或者通过教会的一个庭事，一个管教的庭事甲这个人断绝关系，也是甲逐出这间教会，因无安尼做。咱知影教会当中若有人犯罪，教会着兄弟姊妹着同心，为着这项代志，来改变的，由圣灵伫因的当中做工，用神的话语，用听心，用祈祷，将伊挽回过来，来归回上帝，甲
互伊甲上帝继续有迄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教会这个每一个社团每一个社会顶面每一个社团都有家己的规矩都有一个规矩上安犯这个规矩这个社团要怎样来处理，要怎样来解决这个代志。相反，即间教会若有犯罪无守规矩的、无守条规的，若无去处理来解决即间教会毋是真好势的教会所以应该着怎样将即个犯规的人甲解决所以咱应该着教会应该着注意耶稣呢曾经教导这教会，若有人犯罪，教会要怎样来应付、来对待这个犯罪的人？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18章第5节15节到20节安尼讲：伊说，若是恁的兄弟教会兄弟得罪了你，你就去趁伊只有伊甲你相合做阵的时节会指出伊的错误来。伊若听你就得了这位兄弟咯无犯罪，将伊改变过来、归正过来，就得了这位兄弟咯。耶稣继续讲，那伊若毋听恁，你就另外带这两个人甲你相合去，凭着两三个人的嘴甲见证逐句都会用个定准伊就是会晓咧怎样来处理第17节，若是毋听因，毋听你所带来的即几两三个兄弟的苦劝呢，你就共教会讲，经过教会会众讲若是毋听教会呢，就将伊当作外邦人，税吏一样。税吏就是收税的官因为是贪钱的，是犯罪是教会所无欢迎的那么18节是我实在甲恁讲，凡恁伫地顶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凡恁伫地顶投放的，伫天顶也要投放。意思是说，我某兄弟犯罪了，教会兄弟姊妹就得来到神的面头前，将魔鬼撒旦的迄个灵甲伊捆绑，咧那伫地顶来捆绑，伫天顶投放的，上帝投放伫地顶来投放。所以祈祷的功效有力量的。第19节，我阁甲恁讲，若是恁中间有两三个人伫地顶同心合意要求什么代志，我伫天顶的天父也定要为因来成全因为无论伫倒落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祝会，我就有迄搭就有我甲因伫因的当中，甲因同在。这是主耶稣的应允。所以教会虽然有问题大小问题，有犯罪的问题，应该着来到神的面头前叫一个灵性较好的较深的有神的话语做根基来考劝伊互伊回转过来。伊若毋听，佫招几个人去甲伊讲；若佫毋听，就将教会跟带到教会面头前来决定。伊若是坚持毋悔改、毋认错就将伊无甲伊来往无甲伊来往咯。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教训
那为着是要保持教会圣洁，教会圣洁。过来讲到教会责任，第5章第9节到11节安尼讲。保罗讲说：“我先前啊写批图恁讲，毋通甲即个甘霖的人啊交相交，顶摆有写批图哥林多教会了，说毋通交跩犯淫乱的人就是叫性乱性的代志啊，就是即个甘霖的代志、淫乱的代志。”即个乱伦的代志，我写批互恁啊，毋通甲跩即款的人交往啊。伊是即个话毋是指着世界顶一切来犯淫乱甲贪心的，即个勒索的，甲拜偶像的，毋通甲怀。同日而语，就是当作一个教会内面犯罪，叫做世间人做犯罪，毋是一项代志。虽然是犯罪个但是因为信徒着进入社会啊，若是安尼恁就着离开即个世界了。你若是要说犯即个罪，就离开，人甲因交往。那世界顶的人无信主的人犯即款的罪的人咱也无叫因交往，要怎样除非咱着离开即个世界啦，点是所以圣经佫讲但如今我写批互恁讲若有称为兄弟的，即个特别讲，毋是世间人跩犯罪的人，是若有称呼是兄弟的。来犯即个淫乱的代志甲跩贪心的代志甲拜偶像的代志或者是乱骂人的代志还是追究的代志，还是勒索的代志要抠别人的钱的，即款的人毋通甲伊来往，就是甲因相合食饭也是毋通。这是保罗讲的就是家己伫教会当中称呼伊是兄弟，却犯了跩罪苦劝伊毋听，就着叫伊离开了。无就是连食饭也是毋通就意思就是甲伊断开关系了所以教会应该叫世间就有分别但是就分离，就有分开。但是毋是说完全的叫因无接触保罗以前捌写批图哥林多教会，劝因安尼讲，毋通继续叫生活伫罪恶当中的人伫即个人甲即个世界顶面会叫因有迄个联合意思就是说毋通继续甲即个生活伫在罪恶当中的人有迄个联合，意思就是毋能参加、毋能参与因所做的代志。所以这教会的责任是啥呢？保罗将即个罪分成四款的罪将这罪分成4类教会着避开，着毋能甲因接触因为信徒无法能毋通甲因接触，而且着甲因分开。这4款的罪是啥物呢？头一型的罪就是教会毋通甲怀无道德的人混合做一个。啥物是无道德的？无道德的就是意思就是真败坏的，怀贪污的，怀无诚实的怀食钱的，政府当中食钱的怀这是无道德的那么甲怀罪恶的人，就是有的人犯了真侪罪恶无要过甲怀坠落的人
坠落的人就是也是伫说道德顶面啊坠落的人，甲各种无道德性会在活动的人，有一款的生理，有一款的活动有一款的组织，因是无道德性的。哎呀，这个社会真侪罪恶你想袂到。有诶社会顶面夫妇团契，夫妇有几十个组织种夫妇诶这个组织啊，然后因伫遐伫这个社团夫妇诶社团当中夫妻彼此交换，伊个转暗站，夫妻彼此交换，行通奸的代志，犯奸淫的代志，或者是婚前性关系的代志，还是同性的代志，就各种这性的各种的罪。那是参加的人毋通基督徒毋通参与跩无道德的活动，就叫跩有分开，毋通叫犯即款的无道德的人来接触交往啊，为着要保持圣洁啊。所以圣经有真侪在经文的教导咱。第二型的罪是啥物呢？是贪婪的罪 ，greedy 就是贪心的罪。这款的贪心是啥物意思呢？伊是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手段。咱知这款的贪心人，这款的手段有时真暗淡的，是犯罪的，来得到更较多的财富，更较多的金钱，更较多的物质，就是贪无厌。贪袂满足，无讨厌，就是愈来愈做愈好。那即款的人无关心社会，无关心怀伫病痛当中饥饿的人，甚至将要死的人无三顿通食的人，因为伊只注重的是伊的财富，若要叫伊退出去一毛不拔。即款的人所以圣经有真侪经文教死人。我要读一节以弗所书5章3节，伊讲只以怀保罗讲，只以怀淫乱的，并且一切的污秽，就是暗淡的代志也是贪心的代志、贪婪的代志，伫恁中间连讲都毋通讲，连提都毋通提才有可能合乎圣道的体统无合圣道这个伊的规律的规则所以叫人小心，毋通犯奸淫，毋通犯在贪心的代志。所以第二型是犯贪心的代志。第三型的罪是啥物骗子，骗子是啥物呢？骗子就是骗人的钱，骗人的财产就是教会毋通教怀骗子混杂做一个来参加因的活动，毋通教因做交往，因为做骗子就是贼，就是抢劫别人的财物劫银行甚至开交警劫钱摕别人的财产诚做家己的即款的骗子无管世界顶偌侪艰苦苦难的人还是贫穷的人做骗子就想办法要对穷人当中倒甲你骗过来。咱看有时倒落有水灾天灾，真侪好心人去摕金钱，还是买一间救济品去帮赞的，送到迄管理的人，迄管理的人将因摕去买，将迄钱摕咧地下咧，将迄是骗子。
所以箴言14章31節講啊，欺壓貧寒的是侮辱或做伊的主是侮辱做伊的主。人民敬法的平敬的人，乃是尊敬上帝。所以啊，你若是人民或敬人的就是尊敬上帝。但是你若是欺诈或平敬的人就是侮辱上帝。第4型的罪是啥物呢？拜偶像。头前拜偶像就是将金银还是茶铁还是画图神像，将伊来敬拜，这个就是拜偶像。还是交上帝无正当的关系无交上帝无正当的关系，还是将家己当作神，将物质当作神，比神较重要。来，拜财神拜迄个财物比上帝佫较重要。爱财如神咱讲爱财如神，爱财财物亲像神一样来敬拜。所以有时伤看重家己有人讲说，我无敬拜啥物，我敬拜我家己，我相信家己，我敬拜家己，这个也毋是，也是罪。所以上帝伫这个10条诫命当中伫出埃及记20章第4节、第5节安尼讲，说毋通为着家己雕刻迄个偶像，也毋通做啥物形象亲像天顶，还是地下，还是地下骹还是水中的北面毋通跪拜怀上，毋通侍奉因，因为我耶和华恁的神是记者的神。上帝讲，若是恨我的确要追讨伊的罪，对老爸到子孙3、4代，真严重啊！是听我的呢，凡也是phải受我的诫命的，我的确要向伊发慈爱，直到千代。你看咩？来听上帝上帝要祝福伊，直到千代。所以，教会的信徒伫社会中应该保持什么态度教会伫社会中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头一点，教会甲伊信徒现在是踮伫世界中，因无法人不能的意思就因在时就进入社会，交非信徒有接触的。因为咱信主虽然信主，但是咱抑佫活伫教会，咱在时就交一个无信主的人会接触。譬如做生意，伊甲你买物件，你甲伊买物件，还是有啥物交往，无法人说，我一阵信主，我就立刻去天堂咧咯。天堂无犯罪，毋是安尼咱无要受社会罪恶来影响，咱是要影响犯罪的人。这是咱的态度。第二，当教会但是教会甲在信徒袂用咧参加犯罪的代志，因的行为，教会就叫因有分别毋通同流合污。什么是同流合污咱就一条溪是暗沉乌也做粪扫咱无去清洁的，咱反倒将家去跳落去迄条暗沉的河，叫伊撒甲流去，向前进，伫罪恶当中向前进，毋是同流合污
过来第三点就是教会甲伊诶信徒啊，伫神诶面头前啊，应该着保持圣洁啊、公义、公正。伫世间人当中啊，着高高诶架起圣洁诶旗甲公义诶旗，是阮在信主诶是圣洁诶，无要参与迄犯罪诶代志，迄污劣、迄暗占诶代志，迄欺诈诶代志、欺骗诶代志即个乱性诶代志奸淫诶代志，全基督徒无要参，因为咱是圣洁诶。第四点，社会甲信徒教会甲信徒啊，因点伫世界，但是毋是属于世界。咱即个就清楚，咱得救了是属神诶，但是咱现在是点伫世界，但是毋是属即个世界，咱是属神诶，咱是属天国诶。咱徛伫即个世界是暂时诶，暂时徛伫即个世上尔，几十年缘故，咱就无伫遮咯。咱就到上帝为咱安排诶另外一个国度内面，叫做天国，是荣耀诶，是永远诶，无罪诶一个所在，无目屎诶所在。感谢主。所以约翰福音第15章19节伊说：恁若是属世界，世界的确要听怀属家己的人，是属怀听世界的人，属世界的人。只因为恁信主的人无属这个世界，乃是我对世界当中将恁拣选出来，所以世界会恨恁。恨恁是基督徒，恨恁全是无爱行上条犯罪的道路的人。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40节讲，伊说彼此也用真侪话彼此来做见证，因伫咧聚会时阵因就保罗就劝勉因说恁这个彼得讲说，恁应当着救家己脱离这个冤巧的世代。咱徛伫这个世界，但是咱着脱离怀暗占的、怀污秽、冤巧的世代。哥林多后书6章17节安尼个讲，伊说恁着对恁的当中出来，对因的当中出来。伊说恁在信徒着对怀罪恶当中的人出来离开因，甲因着有分别，毋通惦念怀无清气的物件我就接纳恁，上帝就要接纳恁。那么教会的责任是啥物呢？教会应该就离开怀自家己称呼是兄弟的，怎样着离开因呢？因为伫教会当中伫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个人说我也是信主，我也是恁的兄弟，我是恁的姊妹。其实你也无得救为什么看出因无得救呢？因为伊认为伊是教会兄弟是得救，但是伫外面也阁行真侪罪恶的代志，怀奸笑的代志、犯罪的代志、奸淫的代志，叫怀无信主的人同样恁全着离开。所以伫教会当中有的人是家己称呼说我是恁的兄弟，真正是兄弟，但是伊犯在所作所为所讲的叫这个无悔改的人相同。伊犯在拒绝悔改归正。所以如果教会当中有即款的人，就尽量将伊挽回过来，甲伊夹倒来，叫因着认罪悔改。伊犯在，互伊犯在归正，悔改了归正，若无呢，就叫伊分开。做假兄弟
咱也要注意。伊说若有兄弟哦，伫教会当中诽谤人，什么是诽谤啊？诽谤就是无影无只哦，讲人加侮人啊，种叫做诽谤。反而是伫教会当中哦咧诽谤人啊，讲人无影无只的代志，并且大声发、大声嚷、大声骂人，伫教会当中啊，并且是侮辱人，伫教会当中侮辱人，并且用武力来伤害人，并且是非常无礼貌的，用言语来骂人、来诽谤无人，即款就小心。若可能伊毋悔改就离开因。第二就是怀醉酒的人。直直啉酒啉啊醉咧咧，无悔改，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哦？毋对，倒去就拍人，会知？伊讲伊是信主咯，我是兄弟啊，但是倒去了，还是交一寡人定定去啉啊，较醉咧咧也无作息，无要向咧，规日去一个有迄个酒去啉，去调咧咯，上瘾啦，就是去变做叫酒鬼啦，靠酒精控制伊的生命，甲伊伤害伊的五官，伊会做内脏。抑佫有即款是吸毒的人，你可能伊无法啊悔改，已经上瘾啦，还是在吸毒的人，那若是教徒。专门咧解决在祈求的人因为抑佫伫教会当中政府也毋知影伊，但是伊犯在做即款的代志，教会兄弟就可能伊想办法甲你挽回过来。所以圣经讲提多书第1章第16节讲说：恁讲恁认为认捌上帝但是恁的行为甲伊所相信的是相违背、相悖，就是相反你讲我是信主，但是伊的行为一点信主的行为拢无。有的人是安尼违背真理所以人也是看憎恶的、看恶的人，是背逆的人伫各款的善好的代志顶面暗去做，即款的人咱着小心对待最后呢，就是圣经甲咱讲，信徒应该伫咱这个肉体咱这个身躯着归荣耀互神。第6章第15节到20节安尼讲。伊说保罗讲说，咸毋知影恁做信主的人恁的身躯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这个基督的肢体要做公婆、做基督的肢体吗？袂做咧。咱信主的人耶稣是教会的头，咱信主的每一个人若是骹是手，其他的做肢体各部分的，咱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躯的一部分，难道咱要叫迄个基督三联合嘛？叫因的身体三联合嘛？诚做基督的肢体嘛？毋是圣经讲伊说，咸毋知影，甲基督联合的，就是甲伊诚做一体嘛？当身躯叫心灵联合做一个时阵，你就较能甲这个基督联合做一个咯，是一体咯。因为主讲两人要诚做一体，伫夫妻的关系，两人要诚做一体。但是你如果佫叫别人叫基督联合做一体，这个就毋对咯。两人联合做一体。第17节
但是甲主联合的，就是甲主成做一体，甲主成做一个灵灵内面相通。第18节，恁着逃避淫行，在淫乱的行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伫身体以外。有个人犯偷窃，或者无诚实，或者是骗人，其他遮罪拢是伫身体以外。独这个叫妓女，叫因做犯罪的时节吼，是干哪只？是对不住家己的身躯所犯的都是伫身躯以外。即独甲行遮行遮淫乱的代志就是得罪家己的身躯难道你要得罪家己的身躯吗？你交妓女联合做一个，就是得罪你家己的身躯。所以圣经佫讲惊毋知影恁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殿是 holy 的，是 temple of Holy Spirit， 因为圣灵殿伫内面，咱的身躯内面，咱的这个身躯就是看咱一个圣殿圣灵伫咱的内面所以咱这个身躯就是圣灵的殿。信主的人有圣灵徛起伫咱的内面，咱的一举一动，咱的上帝的灵伫咧感动咱，伫咧引带咱，所以咱讲做圣灵的殿。而且这个圣灵是对神来的，点伫恁的内头。圣灵是点伫咱的内面的，并且恁毋是家己的人咯。恁若信主了，你毋是家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佫讲，是因为恁是真重的代价，甲你买来的。什么真重的代价呢？就是你信主得救是因为上帝赐伊独生子耶稣。为着咱的罪，钉死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叫咱相信，咱就得救，得到永生，永永远远的叫上帝同在，诚做神的儿女。所以咱这个身躯毋是说家己变好起来，咱是有一个人来拯救咱，这位神来拯救人，就是主耶稣。所以是用伊的生命这个代价，甲咱对罪恶当中，从死亡当中，甲咱买赎过来。所以咱无搁再属家己咯，咱是属上帝。所以恁着用恁的身躯来荣耀神。保罗甲咱讲咱这个上帝互咱这个身躯毋是要得罪家己的身躯，也毋是要做这个罪恶的奴才，做这项歹用咱的身躯去做头、做枪、做犯罪的代志、奸淫的代志，将咱规个身躯拍去。咱是要用咱的身躯，信主的人用咱的身躯来荣耀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是上帝的儿女，咱应该着伫这个身躯顶面来好好的荣耀上帝。也佫有一项最后一项无讲暂无讲就是基督徒的婚宴的代志基督徒的婚宴婚宴的目的是要防止这个淫乱的代志。婚宴是要为防止这个淫乱的代志。所以保罗讲论到恁的信迄个配顶面所的代志我讲保罗讲，伊说男若无亲近女，反倒好但是为着淫乱的代志，避免淫乱的代志，男的应该有家己的妻子，女的也着有家己的丈夫。为着要避免迄个淫乱的代志，佮说落去，什么婚宴的目的是啥物？夫妻之道是应该用合宜的本分来彼此三对待。夫妻要怎样三对待？第3节佮讲第7章，伊说夫妻丈夫着用合宜的份来对待妻子，妻子也着应该呢用合宜的来对待丈夫，来对待丈夫。
车主啊，无有权柄来主张家己的身躯，乃在丈夫啊。这个车主袂用咧家己随便用你家己的身躯。我今仔要甲上啊面来甲上呢，你的身躯哦，毋是你做主人啊，啊，权柄毋是伫你家己啊，乃是伫丈夫啊。啊，丈夫也无有权柄做主张，哈、来主张家己的身躯啊！我今仔要甲上啊面啊，要甲上啊，倒落一个如之乱来啊，实乃在车主啊。所以夫妻毋通彼此亏欠，你毋通亏欠伊，也毋通亏欠你。好好做一个丈夫，好好做一个车主的人，毋通交毋是你的丈夫的人乱来，也毋通交你毋是你的太太的人乱来。哈，夫妻毋通彼此亏负亏欠，除非两个人呢三情愿，才会通分房。分房啊，为着是要方便祈祷啊，以后现在着合房啊，着个合房。那么避免魔鬼撒旦来试探恁，趁恁情不自禁的时阵来引诱恁犯罪。所以这个圣经讲的内面这个婚姻之道啊，基督徒啊，所以咱应该着圣洁。上帝讲，我是恁的上帝，我是圣洁的，所以恁也着圣洁。教会是主耶稣的新娘，所以新娘要配合新郎啊，应该着洗圣洁啊，完完全全真美好的来归托咱的主耶稣。教会就是属于耶稣的，咱信徒是属于耶稣，是新娘。咱着清清洁洁、圣洁的来将咱的规个身躯荣耀上帝，将个规个身躯来交托咱的主啊。所以这是圣经所托咱的教训。最后结论的话，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真繁荣的、顺理成章的各种文化交流啊，各种派的在习惯、罪恶的代志，去集中伫这个哥林多这个所在。信徒受到这罪恶的影响啊，所以因伫道德成名、宗教成名这个行为成名受影响真大啊。所以咱今仔日啊，教会伫21世纪的教会啊，咱的社会、咱的风俗习惯、咱的风气是怎样？这个社会道德怎样？咱毋通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咱很多当基督徒就有迄个灵内面的力量去影响社会，所以保罗啊来警告、来警醒这哥林多教会，叫因着小心啊！今仔日伊也是将今仔日所在圣经的话语来警戒咱，来帮助咱，互咱有一个反省的机会。看看咱是毋是叫哥林多教会同款呢？若是啊，咱着悔改。咱的属灵情况是毋是叫哥林多教会？咱着悔改，着反省。今仔日教会应该着有美好的见证，亲像保罗伫哥林多教会内面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讲啊。所以啊，恁无论是食还是啉无论做什么代志，拢着为着荣耀上帝的名来做。无论做什么，是生理，是生活，是做其他，拢着为着荣耀上帝而行。教会伫世界中应该着。是世界顶的光甲盐，所以咱应该就伫这个世界顶来发挥光盐的作用。主有一日要来伫审判台前要审判基督徒。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啊，伊讲，因为咱众人的确会伫基督的台前审判台前
要显露出来，显露啥物啊？显露你伫世界中所做所行诶代志，叫逐个人是按照本身所行诶所做诶，是好还是歹，是善还是恶，要受报，要受报偿。所以咱现在基督徒教会伫世界顶所做诶代志啊，要按照你所行诶是好还是歹要来受审判，要来受报应、受报偿。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来去想觅咧，咱伫世界中一切所行诶代志，将来要怎样面对耶稣基督大前要来面对上帝诶审判咧，来面对主诶审判咧，咱有想到这点无？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借着保罗写图哥林多教会诶书信当中，来警告因诶犯罪，叫因所做甲因诶行为。主啊，求你互阮借着互阮一个警醒，互阮知影阮内面所存的是啥物。求你的圣灵光照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知影阮的罪、阮的亏欠，所以应该靠主的力量来帮助阮，来荣耀主。无论做啥物，是食是啉，无论做啥物，拢着为荣耀上帝名来行，来荣耀伊。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